Hello，歡迎大家嚟到我講房嘅 channel 啊，我係瀟灑哥啊。咁喺我身後嗰個景點呢，就係中山嗰個深中通道啦。投資咗500個億24公里。響我嗰個位置呢，去到對面嗰個深圳嘅寶安區呢，僅需要20零分鐘啊。曾經呢，馬島嗰度嘅樓價呢係去到3萬多一方㗎。咁依家佢嘅樓價係幾錢呢？大概呢就係15000蚊左右。我可以同大家講呢，深中通道嗰個位置唔係適合所有個香港人。如果你哋係講養老要生活方便嘅話呢，目前嚟講真係唔適合你。但係如果你想喺嗰個大灣區嗰度食到嗰波紅利，將來個發展比較好嘅話呢，一定就係馬鞍島啦。嗱，馬鞍島呢，佢係作為中山嗰邊嘅一個橋頭堡。首先呢，嗰邊有經濟，有企業啦，咁有深圳嗰邊好多企業嘅遷入來啦，咁有好多配套慢慢咁兌現啦。重點係咩呢？佢有人氣啊！嗱，嗰個景點呢，將來又係未來20年整個珠江東岸同埋西岸呢係最著名嗰個景點嚟㗎啦。咁 OK， 你跟住我個鏡頭，我一邊同大家分享，一邊去睇下依家嗰個位置係點啦。嗱，首先呢，中山呢，佢就分為5個區、19個鎮。我呢係2016年咁喺中原嗰邊做嗰個房產經紀㗎。咁2016年呢，我就喺中山創辦自己嘅公司到依家啦。所以對整個中山佢個樓市嘅發展呢，了解呢係比較具體嘅。咁喺2013年左右嘅時候呢，嗰邊嘅樓價呢，整體嚟講呢，大概呢就係去到係4-5千蚊一方。最平嘅話呢，就係三鄉同埋坦洲啦。三鄉同坦洲嘅樓價呢，之前呢係好平嘅。咁喺去到2015年呢，深中通道佢立項咗之後呢，準備講起嗰條深中通道嘅時候呢，樓價去到19年嘅時候呢，翻咗差唔多4-5倍啊！即係整個中山嘅樓價，特別喺城區嚟講嘅話呢，已經去到呢係2萬大幾啦。馬鞍島呢已經去到3萬蚊一方啦。咁如果依家嗰時候入手中山值唔值得入手呢？我覺得值得㗎，因為好多樓盤呢，依家3房呢5萬蚊、10萬蚊首期就可以上車。我就同大家分享下呢，喺5個區域、19個鎮喺中山嚟買樓點買，就睇你打算花個錢。如果你係50-60萬想買到2房、3房，即係過嚟嗰邊你有度假住嘅話呢，你就買三鄉。三鄉嘅樓價呢比較平，大概呢50-60個方呢，你花個價錢呢去到係50-60萬呢係買得到嘅。咁如果呢想更加方便啲返香港或者走嗰個港珠澳大橋嘅話呢，你就買坦洲。坦洲的確人氣各方面去珠海又近咁如果你想買中山嘅城區，感受下中山嗰邊個生活，包括佢個文化、飲食養老其他嘅話呢，點都一定要去上到120萬到180萬左右嘅。如果你講有啲人同你講呢啲20-30萬買到好個樓嘅話呢，絕對係呃人嘅，絕對係呃人嘅。因為有啲可能連證都冇嘅，好差嘅呢就平，實質上好啲嘅話呢，真係幾貴嘅。你睇平時候呢，今日係禮拜4好多人呢就過嚟嗰邊搞個帳篷可以喺嗰邊睇日出嘅。早上仲多人，所以如果你中山嗰邊生活嘅話呢，大概買個樓個月供嘅話，正常俾20萬首期或者10幾萬首期嘅話呢，2500蚊到3000蚊月供喺馬鞍島可以買到3房。咁食嘅話呢，每一餐呢，大概呢，依家好多小區都有呢啲自助嘅，好多餸嘅，自己夾嘅，稱重嘅，大概20蚊一餐。咁你一日呢，大概呢就花個加埋早餐50蚊一日，咁你就可以過到去嘅啦。阿瀟灑哥呢，就係老實咁同大家分享嘅，做咗好多年嘅經紀，我係攞證嘅，自己係公司個法人。當然啦，依家呢啱拍嗰個片呢，你哋
睇到我嘅話咧，就可以訂閱下我。嗱，具體想了解中山、坦洲、珠海、馬鞍島城區，包括第4代住宅都可以關注阿瀟灑哥。